2026年7月28日，士師記第11章。基列人耶弗他是個英勇的戰士，他是個妓女的兒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子也給他生了幾個兒子。他妻子的兒子長大了，就把耶弗他趕出去，對他說：你不可以在我們的父家繼承產業，因為你是另一個婦人的兒子。耶弗他就從他的兄弟面前逃跑，住在陀伯地。有些無賴聚集到他那裡，與他一起出入。過了些日子，亞捫人與以色列人爭戰。亞捫人與以色列人爭戰的時候，基列的眾長老就去把耶弗他從陀伯請回來。他們對耶弗他說：請你來作我們的統帥，我們好攻打亞捫人。耶弗他對基列的長老說：從前你們不是恨我，趕逐我離開我的父家嗎？現在你們遭遇患難的時候，為什麼到我這裡來呢？基列的長老對耶弗他說：現在我們回到你這裡來，是要你與我們一同回去，與亞捫人爭戰。你要作我們基列所有居民的首領。耶弗他對基列的長老說：如果你們帶我回去攻打亞捫人，耶和華把他們交在我面前，那麼我就可以作你們的首領嗎？基列的長老對耶弗他說：有耶和華在我們中間作證，我們必定照着你的話行。於是耶弗他與基列的長老一同回去，眾人就立耶弗他作他們的首領，作他們的統帥。耶弗他在米斯巴，在耶和華面前，把自己的一切話都說了出來。耶弗他派遣使者去見亞捫人的王，說：我跟你有什麼關係呢？你竟到我這裡來攻打我的土地呢？亞捫人的王對耶弗他的使者說：因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的時候，奪了我的土地，從亞嫩河對雅博河，直到約旦河。現在你要把它和平平地交還。耶弗他又再派使者去見亞捫人的王，對他說：耶弗他這樣說，以色列人並沒有奪取過摩押地和亞捫人的土地。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的時候，是走過曠野到紅海，到了加底斯，就派遣使者去見以東王，說：求你讓我們經過你的領土。以東王卻不答應。又派遣使者去見摩押王，摩押王也不肯。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以後他們走過曠野，繞過以東地和摩押地，到了摩押地的東邊，在亞嫩河那邊安營。他們並沒有進入摩押境內，因為亞嫩河是摩押的邊界。以色列人又派遣使者去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就是希實本王，對他說：求你讓我們經過你的領土，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卻不信任以色列人，不讓他們經過他的境界。西宏聚集了他所有的人民，在雅雜安營，與以色列人爭戰。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把西宏和他所有的人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擊殺了他們，奪取了住在那地的亞摩利人的全地，佔領了亞摩利人四周的境界，從亞嫩河對雅博河，從曠野直到約旦河。
現在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已經把亞摩利人從他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趕走了，你竟要佔有這地嗎？你不是應佔有你的神基抹要你佔有的地嗎？我們不是應佔有耶和華我們的神從我們面前趕走的人的一切地嗎？現在難道你比摩押王西撥的兒子巴勒還強嗎？他曾經與以色列人爭競嗎？或是與以色列人交戰過嗎？以色列人住在希實本和屬希實本的村鎮，阿羅爾和阿羅爾的村鎮，以及亞嫩河沿岸的一切城市，已經有300年了。在這時期內，你們為什麼沒有奪回這些地方呢？我沒有得罪你，你竟惡待我，攻打我。願審判者耶和華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亞捫人中間判斷是非。但亞捫人的王不聽從耶弗他差派人去對他說的話。那時耶和華的靈臨到耶弗他身上，他就經過基列和瑪拿西，經過基列的米斯巴，又從基列的米斯巴去到亞捫人那裏。耶弗他向耶和華許願說：如果你真的把亞捫人交在我手裏，我從亞捫人那裏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無論誰先從我的家門出來迎接我，他就必歸耶和華，我也必把他當作燔祭。於是耶弗他去到亞捫人那裏攻打他們，耶和華把他們交在他手裏。於是他從阿羅爾開始攻擊他們，去到米力，直到亞備勒基拉明，共20座城，是一場大擊殺。這樣亞捫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去，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兒拿着鼓跳着舞出來迎接他。她是耶弗他的獨生女，除她以外，耶弗他沒有其他的兒女。耶弗他看見了她，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說：啊，我的女兒啊，你真使我憂愁。你叫我太作難了，因為我已經向耶和華開過口許願，我不能收回。他對他說：我的父親啊，你既然向耶和華開過口許了願，就照着你口裏所說的向我行吧，因為耶和華已經在你的仇敵亞捫人身上為你報了仇。他又對自己的父親說：請你准我這件事吧，給我2個月時間，讓我和我的同伴去漫遊山間，為我的童貞哀哭。耶弗他說：你去吧，就讓他離去2個月。他就帶着他的同伴去了，在山上為他的童貞哀哭。2個月後，他回到他的父親那裏。他父親就照他所許的願向他行了。他沒有與男人同過房。以後在以色列中有個慣例，以色列女子年年都去哀悼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兒，每年4日。讓我哋一齊祈禱，立志讀經。慈愛嘅天父，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係眾多而寶貴，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求你開我嘅眼睛，讓我看見你話語嘅奧妙，好使我每日靠住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喺聖靈嘅引導之下，閱讀同埋思想你嘅話語，並且一心遵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
更虔誠地愛你，更緊緊地跟隨你。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